欢喜好新闻，成立超过半世纪的嘉义行善团，造桥修路，遍及全台湾。因经费的来源只需要民众3个月捐100块，这个金额无大，但是善行感动社会各界。成立到即卖已经起606万的桥，每一年分散予偏乡3万包的点仔架落铺路。最近这几年来，嘛救济善者，甲善者人教父观察，凝聚众人的善心，造福乡里。夜暗头日头伫拍寒，一日流。沙挑野咧，大家做伙来准备要造桥。怪手先将双边的地整好，要起一座桥无遐简单。桥条裁好，慢慢啊起。桥面铺平，慢慢啊看出伊的雏形，才佫时啊个用真侪工时甲人力，才做好一座完整的桥。背后的大功臣，毋是政府单位，是民间团体。嘉义行善团时常有民众去捐钱。3个月交100块，我就3个月拢会来这行善团报道一间。200块、300块，希望讲集合这小钱，积沙成塔，继续铺桥筑路，服务地方。这行善团这本来做桥铺路都已经足久的，这种事实拢有咧做的，因为我妈妈去工地做过啊。成立到即摆已经54年啊，拢是点点啊在做善事。当时社会的环境大环境哦，那个道路啦、桥梁，政府做不到的地方很多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前辈，他们有感这样协助政府做一些政府没有办法及时做到的。第一个志业就是造桥，第二个就是补路，第三个志业是士官，第四个是贫困扶助，就是古时候的济贫。路无通就做桥，善者人伫倒位就往倒位去，做善事永远无嫌济。嘉义行善团要阁继续行落去，让社会各角落变甲更加好。